大埔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7月15日起，一連3日舉行第6輪聽證會，聽取各方總結陳詞。市建局代表表示，市建局只係樓宇維修嘅促進者，並非打擊圍標嘅執法機構。招標妥無法完全防止串通，只能減低風險，提供一道屏障，但唔係堡壘。市建局強調，未來會代表業主進行招標及標書評核程序，協助把關，防止過低或過高標價。加強版招標妥會設立更嚴格嘅顧問及承建商預審名單，並要求獨立顧問及員工申報有否利益衝突。政府亦申請3億元撥款成立子公司，專責提供加強版招標妥服務。市建局承認偵察圍標困難，因為利益衝突往往隱藏喺空殼公司，證人亦可能因涉及黑社會而不敢舉報。局方表示，電子招標平台每年接收約17000份標書，但無資源逐一核查，只能翻查記錄檢視有否圍標痕跡。市建局提出3項改善措施：一、設立更嚴格嘅顧問及承建商預審名單；二、代表業主進行招標及標書評核程序，避免不合理標價；三、要求獨立顧問及員工申報利益衝突。市建局總結，招標妥能提升透明度同競爭性，但並非杜絕圍標嘅完整答案，只係一道有用嘅屏障。